关系到发现金6000块的疫情后特别预算案，已经送立法院审查了，按说后礼拜就会办理委员会。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嘛伫立法院强调讲，这案若属通过，就用上紧的速度提供上利便的方法，赶紧甲6000块发予民众。透早赴立法院报告甲备询，何时才通拨发6000块？行政院长陈建仁嘛呼吁调查特别预算，就要赶紧审。对于特别预算案呢，也在这里呢呼吁朝野党团呢，大家能够全力的来支持，让它顺利的早一点通过。随后，到位的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表示，后礼拜财委会审议会是关键。下个礼拜财政委员会就审，那毕竟还是要3读通过，之后，就可以来发这个现金。全民共享经济特别条例，行政院伫2月23火速通过3800亿的特别预算。陈建仁伫立院报告的时讲，预算包括3大部分，像减轻劳健保的压力，维持运作；过来是强化经济甲社会韧性，像绿色生活补助、疫后就学贷款等补助；过来6000块发放，是互全民拢通共同分享着经济成长。不过时代力量批评，真侪项目应该是爱编制商务预算，用特别预算根本是咧压钱。即便这个花现金6000块，竟然也编了1600万，编了1600万的宣传费，说要宣传这个6000块。到现在全台湾有谁不知道6000块政府要大撒币这个事情？照立法定时，若顺利报告完成，3月初6，财委会会联席审查，初审完成了后，搁送议会表决通过，搁经过总统公布了后，大概4月中，民众就通领到现金。记者梁立球台台北场报道。